做伙读圣经，今仔日9月18，咱做伙读西番雅书第1章到第3章，以及合解书第1章到第2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西番雅书第1章，阿文的囝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上主对希西家的元孙阿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古斯的囝西番雅讲这的话。上主讲：我要对地上彻底除灭万米，我要除灭人甲精神，除灭空中的鸟甲海里的鱼。我要予海人跋倒袂阁起来，要对地上毁灭全人类。上主安尼宣告。我要伸手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我嘛要对这个所在毁灭犹地拜巴力的人，以及服侍偶像的祭司，所有伫厝顶拜天顶万象的，甲遐个敬拜上主之外咒詛，上时阁记神明密勒讲咒詛的，以及背叛上主无找求我、无求我帮助的人，我拢要甲因毁灭。你着伫至悬上主的面前肃静，因为上主的日就要到啦。上主已经准备要牺牲伊的子民，要叫对敌来吞食犹大。上主讲：伫现在的日，我要刑罚贵族甲王的证件，以及拢总穿外邦人的衫的。迄日，我要刑罚一切下嫁好断，互主人的厝充满强暴甲诡诈的人。上主讲：迄日，伫西门有话休，伫新的城区有哀哭，对山顶有山崩的声发出。住伫家的城区的人着哀叫，因为城里人拢会消灭，用银买卖的人有钱人拢会受糟灭。迄时，我要伫耶路撒冷额顶敲车，我要刑罚遐个自满自大的人。因想讲，上主袂赐福，嘛袂降灾。因的财物会互人抢去，因的厝体会荒废，因起厝袂当住，财政葡萄嘛无酒通啉。上主的大日子近啦，真近，连味就到。听咧，上主的日是痛苦的日，勇士拢会艰苦哀叫。迄日是上主大生气的日，患难困苦的日，大灾难生情的日，黑暗的日，乌云看密的日，分扫角喊话的日，对着要攻击坚固的城，攻击城角的关塔。我要互人拄着困苦，互因亲像失明的人行路，因为因得罪上主，因的血会受摒出，亲像伫摒土粉。肠啊，肠肚，互人迄角亲像伫摒粪扫。上主大生气的日，人的金银袂当救因，全地会互上主猛烈生气的火吞灭，因为伊会真紧消灭地上所有的居民。第2章，毋知建造的国家着自责，伫命令还未发出，日子还未亲像初天过去，上主大生气还未到，伊生气的日还未临到恁以前，着赶紧自责。地上所有卑微尊叹上主命令的人，着追求上主，找公义，求谦卑。
安尼伫上主生气诶日，恁才通逃避灾难。迦萨未受气杀，阿什基伦为荒废，阿什突为伫透中道上赶出，以结伦为互人联军扣起来，住伫沿海诶基提人惨啊！非利士人伫大诶迦南地啊！上主对恁宣判讲：我要特地甲恁剿灭，无人留伫遮。沿海诶地会变做草场，变做有无者诶草料啊，有秧条。即个地会归互犹大所剩诶居民，因为伫遐饲羊，会用时因会伫阿什基伦诶厝休困。因为上主因诶上帝会照顾因，互受掠诶人倒转来。我有听到摩押诶侮辱，阿文人诶啼笑，因侮辱我诶居民，恐吓要侵占因诶国土。因为安尼，上主万军诶统帅以色列诶上帝安尼宣告：我记我诶性命入世，摩押会亲像索多玛，阿文人会亲像俄摩拉，刺白满世界，遍地有盐坑，永远荒废。我所剩诶居民啊，会甲因抢夺。我国内留落来诶人民会侵占因诶土地。因受到这个报应，是因为因骄傲，因侮辱、恐吓上主万军诶统帅诶居民。上主要对因显出威严，互世上诶神明衰微。列国甲正海岛诶居民，拢会伫家己住诶所在敬拜上主。果是人啊，你嘛会互我诶岛刣死。上主要伸手攻击北方，剿灭亚述，互尼尼微荒废，亲像大扫诶旷野。各种诶野兽会归军歇伫遐，提乌甲河猪歇伫跳槽顶面，窗仔内有吼诶声，火灯毁坏，白香茶板露出。即个沿路安然徛起诶城，捌心来讲，我是全世界上伟大诶城，但竟然遮尔荒废，诚做野兽休困诶所在。对遐经过诶人，拢会害头啼笑。第3章，即个背叛、误会、欺压诶城，惨啊！伊无听话，无受教示，无倚靠上主，无亲近伊家己诶上帝。伊诶贵族伫城内是好会使，伊诶审判官是迷死诶豺狼，连一块仔骨头拢无留到天光。伊诶先知讲话无负责，做人诡诈。伊诶祭司拍拉三圣所，滥用律法。伫因中间诶上主是公义诶，无做不义诶事。伊逐早起施行审判，暝日无停。毋过不义诶人毋知见笑。上主讲：我已经消灭列国，毁坏因城角诶塔。我互因诶街路冷冷清清，无人经过。因诶城荒废，无人留伫遐，拢无人徛起。我讲，你应该着敬畏我，着受教示，才免城内诶厝照我诶判定受剿灭。毋过，因颠倒不断做败坏诶代志。上主阁讲，所以恁着听候我，甲我起来控告列国迄日，因为我已经决定要调集列国，组织列邦，将我诶大生气对因摒落，全地一定会互我猛烈生气诶火
吞灭。彼时，我要洁净万民的嘴唇，互因通求叫上主的名，当心一意服侍我。我拍散的子民会对古实的河迄边倒来，对我祈祷献怜悯。伫迄日，恁袂阁因为一切得罪我的事见笑。彼时，我要对恁中间拄起夸口骄傲的人，恁就袂阁伫我的圣山自高。我会留善者卑微的人伫恁中间，因为我靠我上主得到保护。以色列所剩的子民袂阁做歹，袂阁讲白贼，喙内无诡诈的舌，因为好食好困，袂阁互人吓惊。锡安啊，着欢喜唱歌；以色列啊，着大声欢呼；耶路撒冷啊，着满心欢喜快乐。上主已经撤销对你的审判，将你的对敌赶走。上主以色列的王甲你同在，你免阁惊灾害。伫迄日，人会对耶路撒冷讲：锡安啊，毋通惊，毋免尻酸手软。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伊有大骨力施行拯救。伊会因为你欢喜快乐，伊会因为听你，互你的性命换新，搁因为你欢喜唱歌。上主讲：我要组织遐个因为袂当守节心艰苦的人，互因免阁担受凌辱的重担。彼时，我要刑罚欺压恁的，解救卡拜的，组织受放逐的。我要互遐个伫逐所在受凌辱的得到称赞甲尊荣。彼时，我要甲恁组织带恁倒来。我互恁遮个受掠的人恢复欢迎的时，恁会亲目看到恁伫地上万民的中间得到称赞甲尊荣。上主安尼宣布。哈该书第1章。大流士做波斯皇帝第2年6月7日，上主交代先知哈该传话予撒拉铁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啊。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这人民讲上主的圣殿重建的时也未到。彼时，上主交代先知哈该传话讲：这个圣殿要荒废，恁家己兼通住伫总统舒适的厝。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得用心检讨恁的行为，恁业种多，修行少。恁食毋捌食到饱，恁啉毋捌啉到止渴，恁穿毋捌穿到烧，恁趁钱拢囥落去破空的钱地。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得用心检讨恁的行为，着爬去山顶，取一寡木材，起一间我意爱的殿，互我通显示我的荣光。上主安尼宣布：恁期待丰收，颠倒收较少，退倒来的，我用风甲恁吹走。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是安怎我要安尼做？因为我的殿要荒废。恁这人竟然为着家己的厝在无闲，所以天无落雨，地无出土产。我要用抗旱互土地、山岭、五谷、新酒、橄榄油地会出产物，人类、精神以及人劳苦得到的物件，拢受到灾害。迄时，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啊，以及所剩的子民，拢服从上主因的上帝的话，就是上主差派来的先知哈该的信息。众人嘛拢敬畏上主，然后
上主的使者合该奉上主差派，对人民传话讲：上主讲，我甲恁同在。上主有感动撒拉提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的心，佮感动农庄所剩的人的心，因拢来听见上主圣万军的统帅，因的上帝的圣殿，因伫大流士王第2年6月24日开工。第2章7月2日，上主通过先知合该传话讲：呾，你着甲撒拉提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以及所剩的人民讲：恁遮的要活地的人，什么人捌看到这个灯古早的阳光？现在恁看到的是什么款？伫恁的目睭前，兼毋是什么拢无。上主讲：所罗巴伯着坚强，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着坚强。上主讲：所有住伫这块地的人民着坚强。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着做工，我甲恁同在。这是根据恁出埃及的时，我互恁的应允。我继续甲恁同在，毋免惊。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过无偌久，我要过一本，互天、地、海甲大地拢摇出。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我要互万国摇出，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互这个灯充满阳光。上主万军的统帅讲：银是我的，金嘛是我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升起的灯的阳光，会超过早前的灯的阳光。伫这个所在，我要赏赐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大流士坐位第2年9月24，上主对先知合该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你去见祭司，甲伊问有关律法的问题。老人用3句包奉献归圣的肉，然后3句去磕入饼、汤、酒、油，也是其他食物，遐食物兼会当算做圣。这是因讲袂。合该佮讲，老人摸着尸体煞无清气，伊摸着的食物兼会算做无清气。这是因讲袂，迄个食物算做无清气。然后合该讲，上主讲，这个子民。这个国伫我目睭前就是安尼，因的手所做逐项工作，所献逐项祭物，嘛拢无清气。那恁得用心检讨，伫上主的殿重建以前，恁安怎得过日？有人去五国堆，想讲会得到20斗小麦，只有得到10斗。去酒池想讲会得到50桶酒，只有得到20桶。上主讲：我用火烧风、变害、鞭炮，甲恁处罚，恁犹无悔改。对今仔日9月24，就是下上主圣殿的地基的日期，恁得用心检讨，着审查。参考你。也有政治无，虽然葡萄树无花果树、夏梨柳树、橄榄树拢也会结果子，毋过对今仔日起，我要祝福互恁。
上迄日就是9月24，上主第二遍对哈该讲：你去甲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讲，我特要互天甲地摇掣，推翻列国的势力，搁终止因的权力，车倒战车甲赛车的，互马死兵亡，军中兄弟互相斩杀。上主万军的统帅讲：撒拉提的囝，我的仆人所罗巴伯，我上主讲，伫迄日，我要用你做我的手指印，因为我有拣选你。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西番雅书第1章到第3章，以及哈该书第1章到第2章。